係咪成日覺得瞓極都唔夠？就算瞓足8個鐘，朝早起身都仲係好似冇瞓過咁，周身冇力。你可能以為純粹係唔夠瞓，但其實元兇好可能係你嘅脾胃虛弱。喺中醫角度，脾胃係我哋身體嘅能量工廠，負責將食物轉化成氣血，供應全身。如果脾胃虛，就好似工廠停工咁，食幾多嘢都吸收唔到營養，自然就會成日攰、冇精神，仲可能會有面色黃、易水腫嘅問題。想改善，好簡單，首先戒一戒口，生冷嘢、凍飲、甜品、肥膩嘢就盡量少食，可以食多啲黃色食物，好似小米、南瓜、粟米或者淮山、蓮子呢啲健脾嘅食材。記住3餐定時，食7分飽就夠，唔好暴飲暴食，養好脾胃，氣血足咗，個人自然就精神返晒嚟啦。